Hayır hayır. 你放散的些，把羊弄我床上，吓死我了哎！韩桑呢？我家美工呀，今天在你这只羊了。我的羊凭啥给你人们？去不了你啥在这只，我陪你两只母羊开始就下岗，比你这一只划算多了，敢不敢？两只？对对。行了，两只母羊，说话算话，别骗我。放心，我不会骗你的。今天我叔叔来家里呢，你也洗好脸出来打把手啊。Çana yaxshi tudingizmi? Nima yaqib ketdingiz? Yaxshi balam, yaxshi. Men keldim. Qo'yni tashlab nagmangdan sinayapman. Mahka. Dignotay shana nene. Mapirman apirtib yera balam. 你看奶奶我不饿，等一会儿跟我叔叔一起到我家来呀。今天在我们家做客。 Donan ola, donan. 不用不用。 Tamam bo'ldi. Hoş. “哥，你牵谁的羊过来了？” 海尔大弟弟，爷爷走了以后，咱们亲戚一直没聚过，今天喊大家过来一起吃个饭。这个看起来不一般，哥，很贵吧？也不算贵，来这样，倒给你。来你来这玩的。我晕血哥，我见血海豹，我真不敢拿你这吧。送货被长大了，今天事都不敢干，指望不上你。别这么说嘛，哥，我力气大，帮你帮羊腿中心吧。行，那你帮吧。哎呀，哥，你看我裤子都脏了，你别让我碰你羊行不行？我这准备去约会衣服呢，哥。衣服脏洗洗就好，别跟小孩子一样娇气了。男子汉啥都得能干点，别你也不行，这也不行。那回去休息吧，我自己来。哎，叔叔来了吗？ Yaxshi bo'lganlar. 2、3个月不见，猪儿又长大了啊！对，时间过得太快了。来来，奶奶快进屋子，路上辛苦了，歇一会儿。 Bo'ldi, bo'ldi balam. Mashadi. Qo'lma-qo'l tomoqni etib unutga armalaylik. 你们来了跟我说啊。开始吧，叔叔好了。哥，这个什么时候能做熟呀？还等1个半小时，饿了吗？太想吃了。哥，杜拉麦蒂来了。 Bana bu ya, hadi. Hop, pişti o bana, kebap, kebap. 爷爷来了吗？来，坐一会儿吧。大西，我的羊呢？那个羊，你早上不是见说那只羊吗？这不是在吃吗？正做烤全羊呢。你别开玩笑，大西，我30万没买多狼羊对象不见了，这不会是他吧？30万？你回去玩吧，大爷，改天再说。现在家里有客人呢。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大西，我的羊呢？你说的是哪个羊，大爷？我听不懂。我的刀狼羊羊对象。哦，那个斗狼羊是吧？
我看到早上太冷了，就把它放进烤炉里暖和暖和了。行，你把它扔了是吧？你给我赔钱赔多少，30万。 ？30万？你把我2个腰子都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哥，别打架了，有话好好说。你现在马上给我找一只大狼羊过来。我找不到啊，大爷，我也没钱买。那你把你自己羊卖掉嘛，去给我买回来。我家没有那么好的羊啊。那你说咋办？我不该看你羊队长了，大爷。今天想好好招待客人，等客人走了，我再想办法赔你。行，这是我就想让你，我们2个还没完。好，大爷，我看看杨队长熟了没有。大爷，起来吧，肉熟了，吃肉。起来，今天羊要你吃，大爷。哎，大爷，羊背最好今天你吃。哎，烤全羊熟了。来，叔叔，你尝一尝，怎么样？不错。来，瓦列斯，这个放吧。来，拿肉吧。来，爷爷，吃肉，这个你吃。好嘞，吃吧。吃。好吧。来吃吧，人家你们也辛苦了，吃多一点。没事，大爷嘞。你宰了我家的羊就算了，连羊杂碎都不放过啊？那必须的，大爷。30万没买羊嘛，一点都不能浪费。哦，对了，等一会儿给你装羊杂碎和烤全羊，你等会再给家里人也尝尝啊。来，爷爷吃肉吧。吃肉多一点。 Rahmat bala. Şundan bazı kirek mehman kaldın. Rahmat. Yürü.